各位亲爱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你感觉学到你的囡仔？捌吼？啊，学到囡仔的结果是啥？大家拢欢喜。即条是册桌啊，我囡仔无伫遮吼。第三个组囝的册桌啊，来到遮遮久，毋捌看过遮整齐过，啊嘛费着阮真侪心思。啊，费心思毋是阮去甲斗款，是会当互伊足欢喜，会当把伊的册桌啊款了足整齐。以前若甲伊讲吼，你甲你的桌啊，甲你的房间柜啊吼，啊物件款款的，吼，啊着哪款哪流目屎，啊哪款哪好，啊哪款哪讲吼，恁哪会拢无要来甲我斗相共？啊，即摆吼，我学巧啊，我学巧，我甲伊讲吼，明山。互你一礼拜的时间，你有5日哦，6日会当款。啊，你若款了吼，我买一组细组的迄个 Lego Friends， 互你好无？好，伊一听着讲哦，好，款册桌啊会当有一组迄落细组的 Lego Friends， 敢知影迄是啥物？像迄积木迄种迄吼，啊会当斗起来迄种迄，啊伊伫学校看到迄，感觉伊足爱耍，所以伊甲我讲。伊足爱迄个物件，结果若甲伊讲要款桌啊吼，安那讲拢无效啦，着要款哪毋款，但是甲伊讲吼，你若一礼拜时间吼，款互整齐，啊，甲你内底遐个宝贝吼，其实伊遐个宝贝有9成拢粪扫啦，你遐个宝贝吼，啊拢总款款的吼，啊你款来即边，啊我甲你处理，啊其他吼你用互整齐，啊桌啊吼，互人看着是白色的，因为阮已经足久毋知迄条桌啊是白色的啦。啊，所以伊全真正足认真款哦，啊款两，迄个款到拜5的时吼，就开始一直甲我叫，讲爸爸，你来看我的桌啊，我讲我无闲啊，啊过一下伊就搁甲我叫，爸爸，你来看我的桌啊，我讲等一下啊，讲真正足重要的人我款好啊，你来看我的桌啊，啊我着调工无爱看，啊伊着足急的。讲你是安那毋爱看，人我已经看甲足清气啊吼！拜托你来看我的桌啊！我讲啊，看你的桌啊要创啥？因为我要 Lego Friends， 伊有伊的目的，但是因为安尼，所以甲伊讲吼，你若款好，互你一组你足爱迄个礼物，啊，迄个伊为着迄个礼物，足认真伫迄个中间款伊的册桌啊，然后款了真正我去你甲看，我无想到伊真正会晓款的。因为我的印象吼，阮第三个是袂晓款物件，伊款的物件吼，就是像2、3个粪扫桶囥做伙，安尼叫做款。啊，阮若第2个吼，就足好款，吼，伊就真正是足整齐。结果我第一摆看着讲，哈，面山伊会当甲物件款了遮尔好，这真正是出乎我的意料。然后我转甲伊讲吼，啊你后摆吼。是毋是拢会当常常将你的即个桌啊吼，会当保持安尼？所以为着安尼，家翕即张相。为着安尼，家翕即张相，互伊会记得。当你将你的桌啊，当你认真咧款你的桌啊时，你的桌啊真正款了足好。所以后摆我袂阁共人讲阮第三个组囝袂晓款桌啊，我会共讲，阮第三个组囝会晓款桌啊，伊款的桌啊。就亲像安尼，对安尼开始，伊心内对伊整理房间、款桌啊，迄款的心态甲感受完全无共。因为对过去拢总是责备，但是现在伊所会记的，就是我的桌啊会当款安尼，我做会到，所以伊是一个会晓款桌啊。咱要为着咱的囡仔对一个特质，家学落。咱会学落伊啥物货？学落伊足会读册，考试100分。咱会学落伊得第1名。咱会学落伊啥物货？咱常常拢学落伊做了足好的物件，因为伊互咱足有面子，
足光荣。但是今仔日即个学佬，毋是因为伊本来做了足好，今仔日即个学佬，是因为伊伫即个中间重新得到做即件代志一个美好的感受。你会学佬你的囡仔无？你会学佬伊好诶，你敢会学佬伊歹？你敢会学佬伊做无好诶？你敢会学佬伊是一个无论出啥物代志，也是弄啥物空出来，拢是咱所听诶？我毋知，因为我伫遮咧学。你会学佬上帝无？你学佬上帝啥物款诶代志？你因为啥物款诶代志来学佬上帝？因为咱行过清净诶水边，所以咱学佬上帝。迄我嘛会晓，迄你免甲我教，我就会晓。你捌学佬上帝无？你因为上帝对一个特质来学佬伊。你所捌诶即个上帝，有啥物款诶特质，互你感觉讲我无学佬即个上帝袂使？因为伊对我太好。上帝甲咱的关系是啥物？咱到底用啥物款的心态，伫甲伊相共行咱人生的路？今仔日咱所读诗篇33篇，这是一个学佬的歌，这是一个代笔所写学佬的歌。但是从咱进前所读的几啊篇，将近8篇的中间，咱嘛知影有足侪诗篇，虽然是代笔所写真欢喜、真快乐的诗篇，但是事实上咱知影伊所经过的是一个真痛苦的过程。咱的其实当代笔伫学佬上帝时，毋是因为伊顺序伫学佬，有搁较侪时是因为伊受责罚的时，伊伫学佬，是因为代笔伫迄个中间悠然看见着。即个上帝，我无学佬伊袂使，因为伊所看顾我的，毋是伫迄个顺境的中间，互我顺遂，总是伫逆境的中间，悠然成做我的上帝。会记即，伊伫走路，代笔伫走路，互人对杀。会记即，伊伫做王无？当伊做王学佬的时，伊用啥物款的心情学佬？会记即。当伊做王去算小以色列到底有偌济人会当举兵器的时，受责罚，然后瘟疫降临伫犹太人的心上，伊伫迄个中间艰苦生活。但是咱嘛是伫迄个中间去读到伊所写的学佬的诗篇。今仔日咱所读的即个诗篇33篇，悠然是一个学佬的诗篇。但是当咱认真详细来看，代笔到底伫即个中间学佬伊啥物？你若看圣经第4节、第5节，伊讲着啥物？第4节、第5节，伊讲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，既若伊所做的一尽是诚实。意思就是，耶和华上帝无论伫人所拄着啥物款的境遇，伫啥物款的环境，甲咱讲的时，伊所讲的话，伊的应允、伊的保守，拢无改变。你若到伫第6节，咱会当看见着伊讲，遮个天对耶和华的话所做，所以咱会当了解，即个世界毋是魔鬼做的，即个世界毋是人去做的，即个世界是耶和华所做的。所以今仔日我敬畏即个上帝，因为伊是值得咱敬畏。咱今仔日军队即个上帝，因为伊是值得咱军队。到伫第9节，伊甚至讲，伊讲有就有。若是汉语本的圣经，伊讲啥物？伊讲，因为伊讲出有，伊命令就徛在。上帝话语出来就有，所以伊的能力超越咱的想象，所以伊是值得咱来挖靠。所以伫迄个中间，咱重新去看到，因为上帝的言语正直。所以我无要听遐个歪巧的话语，因为迄毋是上帝。上帝是创造的上帝，所以我真清楚，即个世界是上帝所做的，
所以假使有人要用即个世界，诚做对我的交换，离开上帝的话，我会当足清楚，这毋是上帝的，这毋是你会当安尼讲的，因为即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。要想事，是我的上帝想事，因为伊讲有就有，所以魔鬼提起，毋是你讲就准算。因为我的上帝较赢你的言语。到第13节到第15节，伊讲起，伊看到一切的世人、世间人，伊对天咧看，伊监察拢总的世间人，伊也看地上一切徛在的百姓，伊甚至留心伫伊一切的所做。这是伫13节、14节、15节内底所看见的。所以我的上帝是一个甚物款的上帝？我的上帝是，无论我拄着甚物款的情境，无论是我艰苦，毋通讲上帝毋知，伊知，因为伊看见一切世人，看到所有的百姓以及一切的作为。所以我所拄着的艰难，上帝敢知？知，伊知。咱所拄着的目屎、痛痛、重担，伊敢知？知，伊知。伊检测无亲像咱所求的，一下就将遮个重担摕走。总是请咱会记住，通过大笔的诗，搁一摆坚定咱的信念。今仔日咱伫遮所做的一切，上帝拢伫看。今仔日咱伫遮所有的物，上帝伫主宰。有一个人叫做威廉劳，我一直找，无法度找出即个人到底是啥物人。但是伊讲着，伫迄个迄个文章内底去引用着伊所讲的话，伊讲，通往幸福及完美最稳妥的捷径，就是为自己定下一条原则：凡事献上感谢和赞美。意思就是，今仔日你若想要行往幸福，你要行往完美，你着爱有一个真重要的原则，就是凡事拢感谢甲乐。然后伊继续讲，伊讲爱为着伫你身上所发生遐不幸的事来感谢甲乐，因为独独安尼，才有法度将迄个不幸变做天顶所赏赐的祝福。我毋知影即个人是啥物人，但是即个人有可能已经找到伊伫世间欢喜的道路。即个道路也通过咱今仔日所读诗篇33篇，咱嘛得学。Joel Austin， 即个人，我想咱大家足熟，一个美国足有名的牧师。伊的讲道以及伊所带互人的真明确，就是欢喜、平安佮乐。伊伫迄个中间真侪表达，就是毋通去互即个世间来拍败。伊讲啥物？伊讲，咱的人生毋是完美的，但是咱有信心。我不定睛于失败，我专注于生命的美好。所以伊有一个讲道系列叫做啥物？生命的赢家。生命的赢家，因为他不定睛于失败，他专注于生命的美好。伊要看迄个好的，伊要看迄个水的，因为神是施行拯救的，他喜悦我们的赞美。我想伫即个中间，互咱搁一摆来看见，通过大笔所写的诗，咱过去几篇的讲道，拢一直咧讲着，大笔毋是只有伫欢喜顺境的中间才有学到上帝，伊是伫伊人生真侪无共款人所看，伊是犯罪，伊是得罪上帝，甚至伊是行毋对路的中间，伊永远咧感谢甲学到。但是今仔日咱通过即两句，互咱重新搁知影，人生本来就毋是一个完美的，但是咱有信心，对甚物人有信心？毋是对我家己。是对我的上帝有信心。今仔日所互我看见的，是因为我的上帝就是行迄个拯救的上帝，伊欢喜我伫即个中间对伊的学到。我想，
咱对上帝的学乐、上帝的领受，嘛亲像我对我囡仔的学乐、我囡仔的领受。当我用一个真负面的话语来向我的囡仔讲，你就是迄个有够含慢的、袂晓款物件迄个囡仔。三个内底，就是你上袂晓款，伊所得到的是啥物？是一个真沉重的责备。伊所得到的是一个无得安尼。但是当我伫迄个中间重新学习，来对伊讲，原来你是伫迄个三个囡仔中间，嘛是真有特色、足好款的。咱知影，即伫台湾有足侪物件，已经无讲优点甲缺点。伫台湾足侪心理课程，也是迄个对囡仔的态度的管教，已经无用优点或缺点，咱已经无安尼讲啊。讲啊，你有3个优点，你有3个缺点，咱已经无安尼讲啊。咱讲的是，你有3个特点，你有3个特别的所在。因为即3个特别的所在，用某一个角度来看，伊可能亲像咱过去印象中的缺点。但是你若用另外一种的角度来看，伊会当改变。咱需要的是即款的改变。咱拢会讲，啊，若头壳足好的，逐项拢记了足清楚的，哇，伊物件记了足清楚，啊，伊物件放伫地伊拢知影，然后生活的顺序拢总袂乱去。你若是大汉的下课，你会去接伊，然后去找到第2个、第3个，安尼轮接落来。安尼若是头壳无好的咧，头壳无好的就是即个放，迄个放，啊，然后即个做袂好，迄个伫遐咧做袂着。但是即咱已经无安尼讲啦，因为代志拢有正面甲反面。你若头壳足好的，莫想讲迄拢总好，迄吼，你着算讲得罪伊一摆吼。伊惊你记一世人，因为伊头壳太好。我进前迄个女朋友就是安尼。几若年前吼，安尼对伊无啥好，无甲牵尔，无甲安怎吼，哦，足生气的。啊，然后吼，到当时的时，佫会当摕出来算安尼。啊，进即个娶的即个是太太吼，有时啊吼，拢会甲念讲哦，我已经头壳足歹啊，我较会娶一个头壳比我较歹的。讲是安尼讲啦，但是伊袂甲我记婚呢，伊拢袂记一啦。我所做的无好，伊拢甲我袂记一啦。所以，着爱为着迄个记会牢的来感谢，嘛爱为着迄个记袂牢的来感谢。因为每一项事拢有双面，你安尼看是好，用另外一面看就无一定好。但是今仔日咱对囡仔是一种的态度，咱对咱的上帝是毋是嘛一款的态度？今仔日咱认为上帝啊，你是安怎用遮尔重的担来互我的生活遮尔艰苦？但是通袂记住，当目屎流久啊，伫生活顶悬就流连啊。看你安怎去看上帝，互你所行的路。上帝啊，你是安怎无互我亲像迄个人安尼出世好有够好势？但是伊所得的欢喜甲快乐，有时啊可能无你来得满足。对有的人来讲，你互伊全世界，伊还阁是感觉欠一项；对有的人来讲，你互伊一点仔关心甲疼，伊就感觉伊是世间上幸福的。即款的幸福是个人的感受，甲你所有的物件有偌济无绝对的关系。但是今仔日上帝是施行拯救的，伊欢喜咱的学乐。当咱愿意伫咱生活顶悬，无论大细事，向伊感谢；当咱伫咱生活所行的路站，无论好甲歹，咱拢向伊学乐的时，我想咱伫上帝的眼中，就是迄个上界疼的宝贝。可能有个人会感觉，我对阮查某囝用即种的方式毋好。你是用一个物件去甲伊交换，所以伊毋是为着伊的倒仔要整理好，伊嘛毋是为着即个爸爸安怎想要甲伊教，伊是因为迄个礼物，伊爱迄个物件。是啊，检采伊是因为爱迄个物件，所以伊做一项。
总是当伊伫做即项的中间，互伊得到满足甲快乐。原来我嘛会当伫宽岛顶的中间，互我得到一个真骄傲、真好、真有成就感的事，我想伊会继续。无论我后摆敢阁有礼物互伊。我伫想啦，我第三组囝足巧，伊后摆若要宽岛啊，可能逐摆拢找我讨。迄嘛无一定啦，但是啥物人知？有时啊，今仔日咱人嘛共款，咱拢真爱上帝赏赐咱好物，咱为着迄个好物伫感谢上帝。当上帝无赏赐咱好物的时，咱就伫遐咧问上帝讲：倒啊，我有款啊，你哪会无互我物件？当咱伫迄个中间问上帝讨的是讲，我嘛有学了你啊，我嘛有敬拜你啊，我嘛有奉献啊，我嘛有参加聚会啊，我嘛有伫即个中间，亲像其他的信徒共款啊，你谁啊无赐福互我？亲爱的兄弟，毋通袂记住，咱毋是为着迄个礼物，咱是为着咱甲上帝之间的关系。伊爱咱学了，是因为咱会当成做学了的器皿，这是咱的价值。当咱家己本身成做迄个学了的器皿的时，当囡仔家己本身伫宽岛仔中间得到伊的成就感的时，我想我甲我囡仔的关系会愈近愈好，因为通过伊哪做哪济，我的心会哪欢喜。当我愿意用这来学了我的囡仔的时，伊更加有迄个动力，就算讲有一日无迄个 Lego Friends 无迄个物件的时，我想伊犹原会当行伊人生的路程，将伊倒啊款好。我安尼毋茫。亲爱的兄弟，你向上帝感谢学了甚物货？咱可能为着咱家己所领受的无够额，咱的礼物无够大份，咱伫遮感觉无够满足。但是请咱毋通袂记住，就算讲咱人生所行的是失败，就算讲咱的人生所行的无遐尼的美好，倒落的树仔嘛有伊水的所在，何况咱是上帝所听的。今仔日咱伫一个树林内底，毋是只有大丛一直生长天顶的迄个树仔是足好足水的，互人叫做神木。就算讲是倒落的树仔，嘛有伊的价值。其他就算讲咱伫咱人生内底无摕到迄个咱所爱的迄个礼物，咱的人生犹原有咱人生的价值。有偌济动物，有偌济食物，是伫迄个倒落的树仔内底，伫遐咧生，伫遐咧活。有偌济动物是因为倒落的树仔来得到野早的所在。有偌济其他边仔的食物，是因为即个倒的树仔所发出来迄个剩落来迄个营养，互即个树林哪行哪肥。亲爱的兄弟，咱所行的是啥？毋通袂记住。诗篇33篇18到19，伊讲啥物？耶和华伊的，伊是看顾迄个敬畏伊的人，看仰望伊的慈爱的人。今仔日无论伫咱的生活顶悬，到底是有迄个礼物无？今仔日尊贵的是，当上帝慈爱诚做咱的仰望，咱愿意伫迄个中间来跟随的时，咱才有法度看到咱人生的幸福甲欢喜。上帝伫即个中间应允，伊讲19节，伊要救伊的性命脱离死亡，保守伊的活命伫饥荒的时。敢检采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事也未到，但是毋通袂记住，头前所讲的是啥物？伊讲有就有，伊讲徛在就徛在。愿咱伫即个中间定心，通过诗篇33篇以及大笔所写的诗篇，来看咱人生所行过的路程。今仔日尊贵的，毋是咱所得到迄个礼物有偌大，今仔日尊贵的。是咱甲上帝之间的关系好啊歹？你敢有学了上帝？你要学了伊甚物货？当我的囡仔开始受到学了了后，
伊感觉伊着亲像安尼，伊的自信出来啊！亲爱兄弟，当咱开始学习学乐，无论是学乐咱的囡仔，无论是学乐咱的上帝，咱要定心超越咱目睭前所看到的事，咱要定心得到祝福。咱三个来，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因为阮受济时间将阮的目光放伫阮的环境，阮受济时将阮的期待超越着阮囡仔伊家己本身的期待。上帝啊，有时阮真意爱赶紧得到，直到阮失去耐性。主总是求你帮助阮，重新学习一个功课，要用学乐甲感谢来甲你建立新的关系。主求你，互阮看透万事。毋是只有看到世间的重担，总是互阮看见伫学乐背后，你的疼甲祝福。主，互阮重新搁一摆透过大笔所写的诗篇，来看见阮人的限制，互阮超越阮的限制，来讲起上帝你恩典的无限。主，求你帮助阮重新来学一个功课，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伫所行的路站顶面，用学乐来赢过阮的艰苦，用感谢来赢过阮的重担，用甲你相同行，赢过靠阮家己的困难。愿你旨意伫遮，安尼祈祷感恩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